传什么？卡达平常喺睇5蚊嘅大下生活，只有睇风采天嘅时间，才会再出来新东西。爸，你做乜嘅呀？距离储蓄莫达。哇，有愛咧！以前日本人我離開台灣嘅時節，佢哋學得一時風景咧，當然咧人哋嘅拼得神沙。我看，真係個獨孤火呀！6萬元，你利用？是，我哋去參加吧。愛中意過火焰衝擊誰來喲？是嗎？